各位老假期嘅朋友，大家好！啱啱過去嘅週末，適逢長假期，再加上世界盃熱潮，相信唔少兄弟都同老小編一樣，一早計劃好要北上深圳嘅水會，諗住平時喺香港返工大壓力，日做夜做，難得放假，可以上嚟舒舒服服、實實在在咁鬆一鬆，順便同一班兄弟熱熱鬧鬧咁睇波。再加上之前我哋頻道介紹過深圳水會 Top 10，以及各大不同 YouTube 頻道嘅推波助瀾，依家全香港人北上揼骨嘅資訊透明度極高。結果呢個假期，某幾間被大家封為最頂級、最 top 嘅熱門大場，現場情況可以用4個字形容：超級災難，簡直好似變咗難民營一樣。其中又以大家最熟悉、位於羅湖嘅新人城情況最為嚴重。正式開始之前，先嚟個廣告時間。睇緊呢條片嘅大家，可能揾緊北上玩樂資訊攻略，成日去玩或者經常出征嘅你，有冇試過狀態唔好，好易放煙花，又或者需要上陣時提唔起勁，唔想有尷尬情況，或者想提升表現，記得選用力神50倍濃縮秘魯黑馬卡。力神品牌係香港男士保健品專家，呢一款係市場濃縮度最 top， 老小編真人實試過，只係食咗一盒，1個月未到就已經精神滿滿，瞓得好好，好有活力慾望，做起事上嚟都特別有耐力，食夠3個月就連身體個底都打好埋。推薦俾睇到呢條片成日都需要用嘅你，有咗佢可以幫你加強機能，表現發揮都好啲。而家香港萬寧仲做緊限時2盒9折優惠，好多觀眾朋友都話試過有用，優惠做到7月8號就完。趁今次有優惠，記得落樓下萬寧買力神50倍濃縮秘魯黑馬卡。萬寧有售，認住力神呢個名就得，千祈唔好俾啲阿姐講兩句就揀錯隔離。有去過新人城嘅兄弟，大家都知嗰度嘅技師同服務配套雖然有一定口碑，但換衫同沖涼嘅格數其實唔算非常之多。當晚一到黃金時間，突然之間湧入好多客人，一入到去前台領手牌，到行入更衣室，再去沖涼換衫，都 feel 到有啲逼迫。2-3個 locker 仔同時幫緊幾個人開櫃桶門，沖涼前想擺低手機，個儲存架都會滿，甚至連沖涼間都要排隊等位。你眼望望佢，又眼望望沖緊嘅人，就算擰住面都好，都俾人睇緊，真係君子坦蕩蕩，有啲尷尬。終於換好衣服上到大堂。如果你想揾一啲前後左右都冇人嘅安靜角落，或者係偏僻啲嘅卡位，諗住靜靜地躺平，合埋眼，由師傅幫你沖條腿。其實你想揾個位置坐低都已經唔易，成個大堂都好熱鬧喧鬧，有啲就已經按緊，有啲就行嚟行去。你唯有坐喺餐飲區啲餐台硬嗰邊，遠距離咁望客啲技師走來走去。呢個時候大堂冇得做，就不如入房。當你坐喺餐飲區，打開 TG 睇攻略心得，終於揀到個啱心水，想入房嘅時候，一問經理，點知原來晨早約滿，如果揀其他次選都仲要等1-2個鐘。如果你依家要，一係就隨機輪牌，一係你就等啦。呢個真係啱啱嘅週末經歷，諗住去翻個熟悉嘅地方舒緩下壓力同釋放，點知而家變咗輪街症。最後好在堅決止蝕，嗱臨着翻件衫出翻去，淨係俾正喪費，轉去第2度算。最後果然有啲骨運，打車移師到同樣位於羅湖區，啱啱全新翻新完畢嘅陽光紫悅水會。雖然陽光本身都屬於羅湖嘅熱門場之一，但係冇另外嗰幾間咁逼時，加上翻新咗，都值得嚟體驗。諗下，長假期北上，千祈唔好去死一間。雖然自己去開熟悉啲，不過一紅咗就太多人，變咗輪街症。大家一定要手上面 save 多幾間可以換。見勢色唔對，果斷換場，分分鐘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唔知各位大佬喺剛剛過去嘅長假期同世界盃熱潮期間北上揼骨，有冇遇到類似呢種逼爆難民營嘅慘痛經歷呢？你哋最後又係選擇死守，定係好似老小編咁果斷轉場出外搏一搏呢？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區一齊理性為奴，分享你哋嘅實戰心得。今日呢集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。我哋仲有一個老假期會員頻道，製作咗一系列唔方便公開嘅資訊清單。想知邊間復古溝按得到位？4間值得去嘅港式菜意店，珠海 Top 3值得去嘅名單，羅湖福田 Top 10水會名單，仲有邊幾間水會可以大堂放煙花？可以加入會員頻道，只係一個 locker 仔嘅小費，或者一餐宵夜嘅價錢，就可以換一個唔套氣嘅週末，避開啲錢陷阱，絕對抵翻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